近年來，兒童肥胖問題越趨嚴重，部分家長對於健康嘅認知出現誤解，以為將子女養得肥肥白白就係代表健康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兒童出現過重或肥胖，代表佢哋體內囤積過多脂肪，身體容易出現健康問題。肥胖嘅危害，家長如果想準確評估兒童及青少年嘅體型，可以參照本港兒童身高別體重圖。當兒童出現過重同肥胖時，會對佢哋身心健康同社交發展帶來不良影響，例如患上心臟血管疾病、內分泌系統同消化系統方面嘅疾病等，亦可能因此被同學或朋友嘲笑身形。因此，父母應該協助子女控制飲食，教導佢哋建立健康嘅飲食習慣，促進健康體重管理嘅建議。1. 控制飲食，家長要避免子女過度進食高油、高鹽、高糖同高脂肪嘅食物。2. 控制零食攝取量，雖然糖、鹽、脂肪都是身體需要的物質，但過量攝取這些物質卻會危害健康，並讓體脂飆升。因此，在日常需控制對這些食物的攝取，維持適度的攝取量。3. 選擇健康飲品，家長要確保子女有攝取足夠水分，多飲用低熱量或具有營養價值嘅飲品，例如清水、高鈣低脂奶等，應避免飲用糖分過高嘅飲品，例如碳酸飲料、純果汁等。4. 恆常的運動鍛鍊，根據衛生署的建議，每星期需最少抽2天進行體能活動，有效降低平均血糖值，控制體重，又可以消耗熱量。不僅如此，運動還可以紓解壓力，保持身心靈健康。健康飲食小錦囊：1. 善用營養標籤，父母喺選購食物前可以留意營業標籤，例如購買零食時留意營養標籤，挑選低糖分或低卡路里嘅零食，同時留意材料表，避免選購含有添加糖嘅食品，如糖漿、砂糖等。2. 警惕低糖陷阱，喺市面上，一啲主打低糖嘅產品可能食一小部分冇問題，但當進食嘅份量為整包時，就有可能超過一日建議攝取嘅糖分量。因此，留意並保持適當的進食量也相當重要。家長切記提醒子女理應保持克制，切勿進食過量。3. 留意無添加糖同無糖嘅分別，家長們需要格外留意，一杯由數個水果製成嘅純果汁，雖然冇額外添加糖分，但水果本身含有嘅果糖已經非常多，嚴重超出1天嘅糖分建議量。所以，無添加糖亦不代表飲品不含糖，相反，標記為無糖的飲品才是不含糖。故此，家長需格外留意標籤上的差異，提醒子女留意飲品實際的含糖量。因此，父母應善用營業標籤和材料表，為子女挑選出最健康、具有營養價值嘅食物。教育要點：1. 避免強迫子女食完所有嘅飯菜，因為容易令小朋友進食過量。2. 避免用零食作為獎勵，因為咁會影響佢哋正餐嘅胃口，無法培養3餐定時定量嘅良好習慣。3. 盡量避免進食經過2次加工嘅食品，例如火腿腸、餐肉等。呢啲食品不僅添加了對身體無益嘅化學品，而且係高熱量同高鈉食品，經常食用會引致兒童肥胖的隱患。4. 建立健康飲食之餘，仲需要搭配適當嘅運動量。當兒童擁有均衡嘅飲食生活，但缺少運動時，佢哋依然有機會出現過重，因為可能無法消耗體納過量嘅脂肪，造成脂肪堆積，衍生肥胖問題。最後，控制體重不僅能促成健康嘅身體狀態，同時亦能增進親子關係。家長同子女可以一齊選購健康且具營養價值嘅食物，又能一起運動保持良好身形，何樂而不為？